内政部昨公布国内第二季房价所得比，搁再创下历史新高咯，来到10.25倍，等于是民众袂当开价半线10.25年才会当买厝，而且全国房贷负担率是46.02%，也是历史新高。台北市这房贷负担率是全台湾上介悬的超过70%，等于是家庭会当运用的钱有70%拢爱摕来纳这买厝的贷款。在都会两人区的地段，厝价至少1000万起跳，这是民众所得增加的速度，所完全约袂到厝价起的速度。对内政部公布国内第二季厝价所得比，民众都爱10.05年，袂当食、袂当啉，才会当买厝。薪资水平跟不上现在的物价水准，这的确是个问题。消费那么高，那再加上房子也那么贵，所以根本不用想买房子啊。厝价所得比，定方讲都是买厝的痛苦指数。看6都的厝价所得比，上痛苦的区域嘛是伫咧台北市。想要买厝，爱卖食卖啉16.36年；新北市爱13.71年；台中市买卖食卖啉12.69年才买得起。选择性信用管制的部分，我觉得家长应该要积极的想办法告诉年轻人说，虽然现在房价很高，经济累积一段时间才有办法，可至少政府想办法让你在这一段时间里面，你可以住得好。我的社会感如何可以做更多？民间团体讲，现阶段的关厝价对还未40岁少年人冲击上大。以厝贷款的负担率来看，台北市是高达70.69%，全台湾上悬；新北市是59.27%，台中市54.83%。等于这3个县市要买厝的民众，厝价负担的能力是上低的等级。家庭会当支配的所得5成以上拢爱摕去纳厝贷款，家人的厝贷款负担率是无够3成，伫合理负担的范围。相关的一些负担率过高的城市，它有可能在这一个价格上面的涨势会比较趋缓一点。毕竟因为民众没办法负担，他可能再进场的机会，这个就会相对减少一些嘛。那当然，对于价格的支撑力道，可能也会因此相对薄弱。内政部表示讲，受到9月央行提出信用管制措施，9月全国建物买卖登记户数和8月比降5.2%。有专家认为讲，未来的房市会是量缩价平，呼吁买厝的民众要斟酌规划财务，避免无法度纳厝贷款去违约。记者综合报道。